还想出去？放我出去！喂，有没有人呢？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快别哭喊了。咱们这庄园啊，地处郊外，整个庄园有上百亩地，都是咱们老爷的。你就算喊破喉咙也是无用。喂，你们老爷是谁啊？为何这样强抢民女？我们老爷姓裘，叫裘贵。裘贵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？我们老爷乃是这山西商会的会长，是太原府的第一大粮商。去年，老爷的姐姐嫁给了巡抚大人，深受巡抚大人的宠爱。你说，你还能上哪儿喊冤去？哦，原来这个裘贵就是刘德昭的人。刘德昭是我爹爹的死对头，还好我刚才晕过去了，不曾说出自己的身份，不然不仅会连累我爹，而且还会被重新送进宫去，那样我就再也见不到我的孟哥哥了。姑娘，不瞒你说啊，我们也都是被裘老爷连哄带骗，甚至变相强抢来的。这刚一来啊，也是这样又哭又闹的。可是时间久了，慢慢的也就接受现实了。唉，你说现在这荒年能活下来就不错了，哪里还敢奢求更多啊？姑娘，不如你就老老实实的在这府里住下来，老爷自会好吃好喝的养着你，岂不是比你在外面颠沛流离、忍饥挨饿的好？多谢姐姐开导。只是不知道，这裘老板把我掳来要做什么呀？是要让我为奴为婢吗？姑娘生得如此美貌，老爷怎么舍得让你为奴为婢呀？不过这老爷的姐姐怀了身孕，这多半啊是要把你献给巡抚大人。献给巡抚大人？可是，那裘老板就不怕我跟他的姐姐争宠啊？不瞒姑娘，如今夫人有了身孕，不能侍奉巡抚大人，老爷把自己的人献给大人以填补空位，总比大人自己另纳新欢的好吧？姑娘，你就别哭闹了，只要你乖巧听话，肯配合，老爷一定会好好对你的，你这不就终身有靠了？刘德昭没见过我的面，不会认出我是他死对头舒建的女儿。等我进了刘府，然后一弹琵琶，孟哥哥一定会来救我的。谢谢姐姐，我听你的劝，我会听裘老板的话，好好服侍巡抚大人的。这就对了，咱们女人嫁谁不是嫁？能嫁给巡抚大人，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。哎，对了，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姓万，叫万苏。万苏。好，那姑娘你先坐下，我们吃点东西吧。老奴参见丽嫔娘娘。嬷嬷免礼。娘娘可要节哀，娘娘比之前在家里清瘦了许多，下巴都尖了。娘娘在宫里享年亲人，茶不思饭不想的，所以啊，自然是清瘦了许多。哦，是不是在宫里饭菜不合娘娘口味？娘娘小时候最喜欢吃奴婢做的羊乳蒸糕了，奴婢刚刚为娘娘做了些。啊，嬷嬷有心，只是本宫现在什么都吃不下。哎呦，这可不行，老爷现在不在了，娘娘更要保重身子。娘娘小时候不开心不肯吃饭，但凡闻到老奴做的羊乳蒸糕，就会胃口大开。娘娘，来，您闻闻。啊，先拿开吧，先拿开吧。
娘娘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您之前最喜欢的味道，怎么现在一闻就想吐啊？我现在不喜欢这个味道了。娘娘是不是现在嫌弃老奴了？来来，知道了吗？好，老奴明白，老奴明白。娘娘，您好生养养身子，奴才先告退了。可算把他打发走了。一欢，你刚才跟他说什么了呀？我跟他说，你怀了楼种，而且这舒大人死的蹊跷，后宫嫔妃又争宠争得厉害，所以这事儿千万不能透露给别人。你这个小丫头，撒这种谎你还不害臊啊你？那怎么办呀？你看他在那一直唠唠叨叨的，我要不说这些，他能走吗？哎，不过徐姐姐，如果以后你再嫌他们的饮食不合胃口的话，就不怕别人看出来了。那倒是。可是这府上都是舒府的老人，该不会被看出什么破绽吧？舒剑已死，你的危机就解除了。而且这府里都是下人，即使你露出什么破绽，他们也不敢对你的身份提出质疑的，放心吧。师傅，师傅，怎么样？不太顺利，没想到裘贵名下的产业那么多，我好不容易才查出来，舒婉欣被关的地方。本想着天黑了再把她给救出来，可是没想到在天黑之前，他们就把舒婉欣给转移了，害我扑了个空。把他转到哪里去了？听说是准备送给巡抚大人尝鲜啊，现在应该在巡抚大人的府上，可是我不知道巡抚大人府上的地形和位置，所以就先来找你。他们把舒婉欣交给了刘德昭，难道舒婉欣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吗？应该没有，估计舒婉欣知道刘德昭和他父亲舒剑是死敌，所以并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如果刘德昭见到了舒婉欣，会不会认出她就是舒剑的女儿？应该不会。像这种官宦家的小姐，平常是不会抛头露面的，更不会让刘德昭死对头看到她。那就好。师傅，你暂时还是不要露面，以免这府上的人认出你不是舒婉欣从家里带到宫里的嬷嬷，惊动了康熙。我明白，我现在就走。此人功夫很高，会不会是自己人？姑姑，师傅，这不是我们的接头暗号。婉妹，是我来救你出去。婉妹，婉妹，是这样，怎么办？我对舒婉欣这个情人一无所知，如果见面可能会露馅儿。那就先别出声，静观其变。婉妹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是我呀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婉妹，我知道你爹刚刚走，你现在心里一定很难过。你不光恨刘德昭，你也一定恨我，恨我助纣为虐，没能救你爹。是我对不起你。但是婉妹，害死你爹爹的是吴三桂，真的跟刘大人没有关系。哦，师傅，我知道他是谁了。谁？刘德昭的护卫孟祥和。他今天曾随着山西的地方官员来府上吊唁。刘大人因一直在忙着处理政务，无暇亲自前来祭奠，故先派了我等前来吊唁，并向娘娘请安。没想到，舒婉欣的情人，居然是他爹死对头的贴身护卫。婉妹，
你现在赶紧出来跟我走，等到了安全的地方，我再慢慢跟你解释。婉妹，你要再不出来，就说我冒昧闯进来了。哎，你不能进来。婉心，你现在身份特殊，你我隔窗交谈，若是被人撞见，我是怕会连累你。你还是让我进屋再说话吧。不行，你不能进来。我不想见你。谁叫你助纣为虐了？刘德昭害死了我爹，我跟他不共戴天。婉妹，行刺你爹的凶手真的跟刘大人没有半点关系。在驿馆中下毒害死你爹的是吴三桂的手下石青红。虽然毒死我爹的是石青红，可下毒的人除了石青红，还有奕成。难道这奕成不是受了刘德昭的指使？婉妹，我从未骗过你。奕成的确是受了刘大人的指使，但是他被诬陷勾结盗匪，还在他家里搜出了1箱银子。刘大人把他全家老小所拿入狱，还逼着他来害你爹。当时我在外面剿匪，不在府上，没来得及阻止。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怨我。不，我不怨你。可是，虽然下毒的是这个石青红，但他也只是赶在了奕成之前罢了。在我心里，刘德昭仍然是害死我爹的凶手之一。如果你真心待我，那就帮我杀了刘德昭，替我爹报仇。婉妹，你我曾私定终身，按理说，你爹也是我爹，我为他报仇也是分内之事。刘德昭作恶多端，就算不为你爹报仇，我也应该杀了他，替天行道。可你也知道，他曾经救过我爹娘。我爹娘在临终前曾要求我保护刘德昭10年，我被立下了这10年之约。如今距约满还有1个月，那约满之后呢？你可愿替我报仇？纵然约满之后，我也不能亲手杀了他，否则我爹娘在天之灵也不会原谅我。但我也不会再昧着良心保护他。他造了那么多孽，我相信他一定会遭到报应的。既然你不愿意帮我报仇，那你就快走吧，什么都不用说了。我爹的仇，我自己去报。婉妹，你现在先别想着报仇。刘德昭现在一心想要收买钦差大人，但他知道你肯定不会放过他。况且有你在，钦差大人也不会跟他同流合污，所以他早已经对你起了歹心。你若继续留在这里，便不能平安的回宫去了。你是说，刘德昭派你来杀我？不错。婉妹，你逼我杀刘德昭，刘德昭逼我杀你，可我宁死也不能伤害你们任何一个人。婉妹，我也安排了一个隐秘所在，你马上跟我走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安全。来人！别叫！别叫！哎呀，奶娘，是我。孟小禾，是你？你怎么还敢来呀？小姐现在已经是皇上的嫔妃了，万一被钦差大人撞见，那可如何得了啊？原来，这黑衣人竟然是丽嫔在宫外的老相好。奶娘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找婉心说几句话就走。你和小姐还有什么话可说的？你要是真心为小姐好，就不要再来找她了。你知不知道，小姐现在不仅是封了镇3品的丽嫔，还已经怀了龙胎了。你说什么？婉妹她已经……丽嫔怀了龙种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婉妹，你别过来！我要不要叫人来呢？丽嫔的相好居然能避开守卫潜入府中，想来武功高强，说不定我一出生就没命了。
就算叫来了侍卫拿下了他，此事有关皇家体面，皇上又很宠信舒氏妇女，只怕我的下场反而不妙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原来你根本不是因为你爹爹的死不能原谅我，原来你早就背弃了我们的誓言。你邀得皇帝恩宠，现在居然还有了身孕。哎呀，你还是听奶娘的话，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婉妹，你变了。你曾说过，你宁死都不做皇帝的女人。你说你会千方百计逃回来找我。是我无能，我无力阻止你爹把你送进宫，我更无法进皇宫里把你救出来。但我一直记着咱们的山盟海誓，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，我怕哪天你轻生了，我也不会再苟活在这个世上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孟哥哥，你还是快走吧，趁没有人发现我们，不然对你对我都不好。我不怕被别人发现，如果真发现我被认了行刺嫔妃的罪名，然后我供出刘德昭，也算是替你报仇了。我与刘德昭一起上刑场，也就一了百了了。你何苦如此啊？你快走吧，趁现在还没有人发现。你是在担心我，还是在担心你自己？你是不是怕被人发现了，你会失去皇帝对你的宠爱？你现在贵为娘娘，安享富贵荣华。婉梅，我不相信你会因为这些变成一个无情无义的人。你不要。你喜欢那种囚鸟一般的生活吗？婉梅，跟我走，我早就找好了一个隐居的好地方，你一定会喜欢的，相信我，你相信我，婉梅。你不要逼我，我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别再逼我了。婉梅，我没有逼你，但是你必须要跟我走，你再留在这儿，你就是死路一条。你爹爹已经不在了，你娘家没了人，你万一出点什么事，谁还能为你撑腰？就算我保护你逃过了刘德昭的暗杀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等你回到宫里，你斗得过后宫那些狠毒的女人吗？我不要你管。婉梅，你跟我走。你居然会武功，你不是婉梅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把婉梅怎么样了？身手，没想到一个女流之辈居然有这样的功夫。你到底是谁？婉梅到底在哪儿？她没事。师傅，手下留情。走开！他已经识破了你的身份，留不得活口。师傅，此人与我们无冤无仇，又是个重信义又痴情的好男儿，饶他一命吧。糊涂！如果放他走，你我的身份会暴露的。不会的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跟他好好谈一谈，我能说服他。孟大哥，先喝点水。你放心，舒婉欣没有死。我叫雪倾城，是舒婉欣的好姐妹。因为她要回太原找你，所以我才找名医易容成她的样子顶替她入宫。
这是他给我的信物，你应该认识的。那婉妹现在在哪儿？既然你是刘德昭的护卫，那你应该认识刘德昭的小舅子裘贵吧？裘贵前几天在淮阳村强抢了一个民女，你可知晓？刘大人和他那些亲友们所干的那些勾当，我既无力阻止，就索性装聋作哑，从不过问。那你可就险些犯下大错了。他强抢的民女不是别人，正是舒婉心。本来我是想救他出来的，可是没有想到裘贵把他送进了太原城，说是给刘德昭尝尝鲜。哎，孟大哥，你先别激动，小心惊动了府上的人。刚刚我跟师傅正在商量如何去救舒婉心，正巧你就来。孟大哥，我说的都是实情，你要相信我们啊！我相信你们。今天我还听裘贵在那儿说，又物色到一个绝色美女，还是个黄花闺女，要献给刘德昭尝鲜。刘德昭说他忙着应付钦差大人，暂时没有心思。没想到他们说的竟然是婉妹，这帮禽兽！既然刘德昭这帮人都是禽兽，孟大哥为何还要拒于一己之私，替他卖命呢？守信义固然重要，可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你这可就是助纣为虐了。虽然我不是舒婉心，可我相信，我今晚说的话，也会是他想对你说的话。孟某受教了，二位容我再想想。敢问二位，究竟是何身份？为何要顶替婉心进宫呢？这个我们就无可奉告了。总之，你现在只有2条路可走：一是我们杀了你；二，与我们共同合作，救回舒婉心。然后你带着她远走高飞，从此与我们再无瓜葛。无论我们要做什么，都与你毫无相干。多谢二位不杀之恩，告辞。哎，等一下。师傅，倾城，你觉得这个人可靠吗？这个人，只因为父母生前受过刘德昭的恩惠，又在父母临死前答应过父母要保护刘德昭10年，哪怕此后目睹了刘德昭的种种恶行，内心饱受煎熬，却依然信守承诺。如此重信义之人，值得信任。希望能够顺顺利利救出舒婉心，悄悄送他们小2口离开太原城，那就皆大欢喜了。倾城，奶娘为何说起你已经怀有龙种了？都怪奕欢，他为了应付奶娘，就撒了这么一个谎。奕欢这个小丫头。倾城，我还是不太放心这个孟祥和，不如我暗中跟踪他。你有什么事情找我的话，就发信号给我。是。小姐，我刚刚是怎么了？奶娘，你刚刚睡着了，可能是太辛苦了吧？哦，刚刚我好像看见……你别说了，我不想见那个人，你也不要再提他。哦，小姐，我明白，您这么做是对的。
您呀，不应该老是念着以前的人和事，就应该一心一意的侍候好皇上，最好这一胎呀还能生个龙子。对了，小姐，我给你熬了鸡汤，补补身子，我给你盛去。哎。舒婉心虽然无父无母，却有孟祥和这样痴情的郎君，又有奶娘这样真心爱护她的亲人，比我幸福多了。大人，孟护卫受的内伤不轻，需要好生调养啊。那你就下去开方煎药吧。啊，是。大人，祥和呀，你跟了我这么久，第一次受这么重的伤啊。钦差大人带的那些侍卫，都是大内高手，卑职愧对大人，未能完成任务。看来他们是早有准备了。哎，龙三他们看清楚了你的脸没有？没有。卑职一看情形不对，只求全身而退，不敢恋战。也好，咱们就另找机会吧。祥和呀，还有1个月，你这10年之期马上就要满了。期满之后，可还愿意追随本府啊？多谢大人抬爱。卑职本就是个江湖浪子，待期满之后，卑职还是想隐姓埋名，浪迹江湖，过些逍遥散淡的日子。也罢，人各有志，我也就不强求你了。啊，本来你有伤在身，应该早些回房中歇息。可是你舅老爷的庄园的机关被贼人给破了，所以还要烦劳你赶紧赶到你舅老爷的庄园，把那些机关修补好，以免那帮贼人再次潜入。哦，卑职的伤不碍事，那卑职现在就去舅老爷庄园，把机关重新布置一下。哎，等等，不急这一会儿，喝了药再去。多谢大人关心，那卑职先告退。走吧。老爷，我看这孟护卫倒真是奇怪。平日里啊，你给他那些赏赐，他虽说没拒绝，但也从来没露过什么喜悦之色。你说给他几个丫鬟伺候着，他也说不要。虽然他平日里对大人忠心耿耿，可不知怎么的，总觉得这个人养不熟呢。一个不贪财、不好色的男人，是最难以驾驭的。他能够跟我10年，也是为了信守他父母的承诺。看来这10年期满后，我是真的留不住他了。若真留不住，倒也罢了。我就怕他反过来，对老爷不利。哟，孟护卫，今天怎么有空来庄园了？我奉大人之命前来调整这园内所有机关，还需上楼查看一下园中地形。请。
护卫。万苏姑娘最近怎么样？可有在哭闹？没有了，万苏姑娘听了奴婢的开导，已经完全想通了，如今过得很好。每日里除了安安静静的在楼上看书绣花，就是弹琵琶解闷，只等着老爷挑个合适的时机，就可以把她献给巡抚大人了。大人最近公务繁忙，等过了这段时间，会有机会的。我不是。婉妹，孟哥哥，婉妹，孟哥哥，是你吗？孟哥哥，婉妹，你先忍耐一下，万万不可暴露身份。等我找到合适的机会，我便救你出去。还要等多久啊？我与刘德昭的守卫之约还差1个月，所以还得1个月。那么长时间啊！万一这途中我被那球柜献给刘德昭了，怎么办啊？不会，刘德昭眼下忙着应付钦差大人，无闲暇亲近女色。况且昨夜我也受了内伤，待我与刘德昭约满之日，我的伤也应该好得差不多了。那时，我便带你远走高飞。你受伤了？伤在哪里？重不重啊？啊！你不用担心，一点小伤，养养就好。婉妹，你多保重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爹怎么样？他还好吗？他还好。那他是否知道我被人劫走了？他还不知。不知。你被劫走以后，有一位与你长相相似的女子冒名顶替你进了宫，所以你爹爹未曾察觉。什么？有个人和我长得一样，顶替我入宫了？啊？这个人是谁啊？婉妹，此事颇为复杂，我一时跟你解释不清楚。但你千万记住了，这段时间万万不可暴露身份，只等着我来救你便好。好，我等着你。